这个新南路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这个风头面的北部啦，风雨上界大。伫台北阳明山或是大甲目睭并未开，会种个八未金。啊，这个基隆这个条景公园路边的流动便所，互人吹到倒去。气象局是提醒讲，未来全台湾有一个所在气象镜拢有8级到9级的阵风。另外，同时要注意的是长影，伫台东南市新北的富贵甲龙洞已经观测到4米悬左右的影大影，所以讲，请乡亲，若无这个必要，千万唔能去海边啊。记者目前人在阳明山国家公园的冷水坑哦，而现场这个风势呢，现在已经非常强大，甚至让人有点难以行走，甚至难以站立哦。记者几人徛袂在，险啊口风雨升到东岛西外，受到水南路中台外围环流影响，北部地区的雨愈落愈大降。大家遮啦较大伞，较无风啦。风台雨拢要来北台湾，基隆条景公园路边的流动便所，嘛去风升到倒伫涂骹，三人想要家扶起来都无法。对我那边已经固定好了，没有用。气象局预告，今日到礼拜，全台湾真侪所在恐惊达到9级的阵风，围树啊可能会风渗倒，民众行伫路嘛歹刷骹，海面上已经渗真悬，互人看甲会惊。基隆北海岸东半部、恒春半岛沿海、各平湖、马祖，拢要特别注意大海影，尤其台东、南市、新北富贵角、新北龙洞，即马海影的关度已经有4米，宜兰的民众拢要加注意。那个房屋周边的水沟槽都要清了。业主都打扫，不然下大雨都会塞住啊。气象局讲，明仔载到后日，中台水南路离台湾上近，3号开始为北平假期，直到4号下晡才慢慢离开。民众出国，马上要加注意家己安全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YouTube频道。